隨住人工智能技術成熟，唔少人習慣同 AI 傾偈，唔單止可以即時回覆 AI， 更加識得延伸話題。有家長就反映自己嘅仔女有陣時寧願同人工智能傾偈，都唔主動揾屋企人傾偈。佢應該係有同 AI 講下咧關於打機嘅嘢嘅，咁因為佢就反映話，媽咪你都唔明，即係我同你講你都唔知我講乜，咁所以我咪即係覺得同豆包傾偈佢會明啲咯，佢會知道我講乜嘢咯咁樣。佢亦都坦言，有陣時因為過度專注喺囡囡嘅學業表現，而忽略咗對佢日常生活嘅了解，令到佢需要另覓傾訴對象。咁我就了解返，原來佢好想被明白，或者好想即係正如佢所講，佢想要有情緒價值。因為佢升咗中學，我就會好 focus 咗喺幫佢去應付佢嗰個適應啊，即係學業上面嘅適應。但係當我咁樣應付，咁我時間又有限啦。咁其實就變咗我哋嘅傾偈，其實就係得學業咯。咁就變咗好似少咗去聽佢講佢生活裏邊佢覺得有趣嘅事啊，佢同同學相處嘅事啊，可能佢學校裏邊嘅八卦嘢啊咁。不過，有精神科醫生指出，最近有報告指年輕人嘅整體幸福感有明顯下滑趨勢，認為科技迅速發展同埋網絡使用過度，或者係導致現象嘅主要原因之一。最近發布咗個世界幸福指數咧，有2點亦都係我哋留意嘅。嗱，一點呢固然係香港跌咗2位，本來由88位跌到90位。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啦，發覺原來咁多個組群啊，最唔幸福咧係咩呢？年輕人。呢個報告嘅研究人員咧就覺得咧，就因為咧好多人咧就沉迷咗喺手機啊、AI 啊、社交媒體嘅情況，所以導致咧年輕人咧就唔開心、唔幸福。醫生亦都指出，青少年人若果過度接觸 AI， 有可能會產生情感依賴，從而有負面影響。佢哋通常係有一個比較 positive 嘅，咁但係問題有啲人唔真係咁 positive 噶嘛。咁而家久而久之咧，就會影響另外一個年輕人咧。就做咗一啲即係唔應該做嘅依賴行為啊，或者甚至到佢即係當咗 AI 係個最好嘅朋友，但係 AI 係人哋做嘅啫嘛，同埋好多唔同嘅人背景做啲資料去放落去啫嘛，咁未必適應佢嘅。所以我哋嗰時我個意見就話，始終喺而家呢個階段咧 ，AI 喺心理精神上嘅輔導咧係代替唔到真人嘅。醫生亦都建議，若果青少年人遇上心理壓力，應該主動尋求專業人士協助，以免情緒問題有機會進一步惡化。廣播新聞網記者黎明飛報導。